2026年屬馬嘅朋友，我恭喜你先。今年咧，你係本命年，亦即係所講嘅值太歲。好多人都講本命年多變動，但係咧，其實咧就值太歲代表太歲喺背後默默咁支持你。你今年咧由壓力咧會轉為經驗，將人物咧會擴展為機遇嘅關鍵嘅一年。值太歲遇上呢個55字形，就代表兩股力量。好嘅一面咧係好容易令到你得到貴人嘅提攜，喺事業上咧你會有清晰嘅晉升機會。關鍵係在於你願唔願意主動去把握嘅啫。字形嘅另一面咧，佢會令到你內心好容易會有矛盾同埋糾結。喺職場上面咧，要避免獨斷獨行，好多嘢咧你都會聽唔入耳，或者你會同同事咧會有爭拗。記住和氣生財，合作就共贏㗎啦。雖然咧就冇其他吉星，但係值太歲提供個舞台俾你咧，已經非常之豐富㗎啦。需要咧小心有兩顆空星就真嘅。嗱，洋人咧會令到你脾氣好容易暴躁，增加你意外嘅風險。時刻咧要提醒咧自己要冷靜。劍鋒咧你就會提防呢個利器啦，同埋碰撞所造成嘅損傷。做事咧要打醒12分精神。總括嚟講咧，今年咧記住呢個口訣：握太歲之力，迎貴人機遇；化字迎心結，眾團隊和諧；避刀鋒劍芒，保平安穩健。想了解更多點樣將今年嘅本命年轉為一個大嘅轉機，改善呢個人際關係，記得分享同埋留言2026運勢，老師會協助大家。記得 WhatsApp 我啦。